镜头搁转来，咱讲来关心宜兰。宜兰的民权新路一间汽车店昨昏半暝发生大火，搁有烧着边仔的5间人家厝。加在消防人员伫1点钟来赶紧甲火拍花，嘛有救出7个大人、2个囡仔，有赶紧甲遮个人预防性送病院。加在意识拢清楚，嘛无明显的外伤。半暝大火店面烧了，互人看甲会惊。昨半暝将近11点，有民众报案，宜兰市民权新路一间汽车行发生火警，火势真紧炭烧到边个店面甲面体。好加在附近的住户拢发现大火，赶紧逃出来。阮查某囝讲楼口敢若火烧啊，叫我出来看嘛，我开个楼顶就拢转烟啊，阮就先走落来。阮阿爸、阮阿母是住在下骹，我就叫因拢先走后壁，因为阮后壁有一个行啊。现场是联动透天啊，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发现5间的联动透天1楼是剧烈燃烧啊，那立即出水做抢救。有厝边伫困梦当中被惊醒，有人赶紧救家己厝内底的猫仔，消防局派出所在的人力来抢救，不过火势真猛，还佫传出来乌烟。机车行汽车烧到只剩架啊，轿车也烧到路苍苍。导火地点后住户怀疑就是汽车行，也有人听到爆炸声音。我看着嘣一下，我来照这看，我就火啊，灭火器摕拍就无效啊。好加在雨大火影响的14个住户全部逃出来，不过真侪人也是心惊惊。头壳面因为关粉起水泡，总共有7个大人、2个囡仔有风险送去检查，意识拢清楚，也无明显外伤。火势伫1点钟来拍花，消防人员详细咧搜证，要搁深入调查了解导火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